两台手机连接在一起。两台手机连接在一起，用这个连接器，叫 OTG 啊 ，USB 呀，大头转小头 ，USB 大头转小头。你看，手机连接在一起，用这个转接头，大头转小头。这个不知道萤幕怎么老是这么快就关掉，大头转小头啊，用这个连接线啊 ，OTG 啊，在金利堂文具批发广场买的啦，在顺丰还买不到，以前呢，现在不知道。今天8月3号，你看这个转接头啊 ，USB 端大头加这个转接头然后变成连接手机的都是小头，就有2个小头可以用，2个小头可以用，还便宜69块啊。